營運通餐飲系統，幫你靈活管理餐台、轉台、併台、留台、限時用餐，通通撳個掣就搞掂。你嘅客仔可以用 BYOD 自己掃碼落單，仲有 Kiosk 自助機點餐，各渠道會員積分即時 update， 早午晚餐牌自動轉款，外賣平台分區定價，節日加一服務費可以預設自動生效。採用電子廚顯，你可以睇清楚出餐進度，搭配智能叫號系統，唔怕取餐區排長龍。外賣單直入 POS、Foodpanda、Kida 等平台訂單，自動廚房列印，唔會漏單。系統有最強撞餐、主菜飲品自由配，仲幫你自動計最抵組合，20多種電子支付方法，內地客掃碼、M-Pay、澳門通全部搞得掂。標籤機即插即用，秒變智能茶飲店。老細實時查看手機雲端報表，10大熱賣菜、庫存、補貨提醒，一清二楚。營運通餐飲庫存系統係 HKICT 金獎系統，追蹤食材損耗，自動拆貨計成本都做得非常出色，慳埋就等於幫你賺錢啦！立即聯絡營運通，了解更多。